是马达哦，马达里面是这样的结构啊。你看你是要有轴心呢，你看那个应该是有磁铁，有磁铁的是叫有刷吗？电机没有磁铁的叫无刷。啊，轴心直接就是用磁铁，用磁铁做轴心，这样就无刷。线圈以外面还包那个，还有贴很多磁铁片的呢，叫有刷电机哦。轴心直接就是磁铁了，那就不必外面贴那么多磁铁片了，那就叫无刷电机啊，是这样啊。牙刷那个刷，有耗电还是发热？哪个比较热？哪一种比较热的问题了？